昨天逛超市，总共花了100元。昨日打超市，夯不啷当用脱100块。一不小心把膝盖弄伤了。一不当心，拿脚毛头弄开了。我带你去吃饭。我带你去吃饭。他这个人有点不爽快。伊搿个人有点千丝板凳。你做事情很能干的。你做事体蛮瞎渣的。火车晚点了。火车脱班了。这件事是很容易，不值得一提。搿点事体毛毛雨。这个小孩很顽皮。搿个小把戏皮死脱了。今天我去外面洗澡。今朝我到外头去洗浴。这个人真是坐立不定。搿个人真是八脚花里毛，哪哈也走不定。今天中午我家吃虾。今朝点心我屋里吃莴苣。张三的老婆很节省。张三的老婆蛮做人家。过完圣诞，可要收拾起玩乐的心，好好工作了。过脱圣诞节，乃要收收骨头，好好叫做生活。下雨了，没收衣服怎么办？落雨里没晒衣裳哪办？今天的早餐是薄粥和咸鸭蛋。今朝的早饭吃薄粥同灰鸭蛋。做人不要流里流气，不正派。做人不要不三不四。30岁的小李决定今年谈恋爱。30岁的小李决定今年谈朋友。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，真是丢脸。大学毕业还寻不着工作，真是太面子。邻居家生了一对龙凤胎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女儿。隔壁邻说生了一对龙凤胎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囡。他很能干。伊蛮来三。他很差劲。伊蛮推板。这件事一言未定。搿桩事体闲话一句。老刘家的小孩子不大听话。老刘辣屋里向个小把戏，没哪哈听闲话。我的父母身体都很健康。俺爷娘身体侪蛮假的。70岁的林大爷十分宠爱孙子。70岁的林伯伯穷实在拉孙子。